2026年蟹財政預算案終於落實咗，今年蟹雙糧即係額外發放1個月蟹津貼，正式有聲氣啦。好多人一聽到派錢就最開心，但係呢筆錢到底幾時到手？自己領緊嗰份津貼係咪真係有雙糧？如果而家先至打算申請，仲嚟唔嚟得切攞到呢份2026年大紅包呢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逐一拆解呢啲大家最關心蟹問題，大家一定要聽清楚，因為呢啲全部都係真金白銀，同你個荷包息息相關蟹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今年2026年政府到底係點樣安排呢份額外津貼。根據最新公布蟹消息，政府會向領取世衛保障金額蟹人士發放相當於1個月蟹額外津貼。呢度所講蟹世衛保障金額，其實涵蓋咗好幾大家非常熟悉蟹項目。第一就係最多人攞緊蟹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我哋平時簡稱為長生針嗰份。無論你係領取緊普通定係高危長生針，其實而家已經合併咗做高危制度。只要你係符合資格領取緊蟹，今年都會有一份額外蟹錢。第二就係俗稱生果金蟹高齡津貼，即係俾嗰啲已經夠咗70歲，唔需要資產審查就攞到嗰份錢蟹老人家。第三就係中原，即係中黑世衛保障員做計劃。第四仲有傷殘津貼，無論你係普通定係高額傷殘津貼，通通都有份。最後仲有能取職津，即係工作家庭津貼蟹家庭，今年一樣會有一份額外蟹安排。咁大家最關心蟹一定係到底會派幾多錢先？其實個計法好簡單，就係出多1個月。如果你目前每個月係領取緊4195蚊蟹長者生活津貼，咁到時派雙糧嗰個月，除咗原本嗰4195蚊之外，仲會額外收到多一個4195蚊，總共就係8390蚊入賬。至於生果金蟹朋友，目前每個月係1620蚊左右，咁雙糧嗰個月就會攞到3240蚊。中原蟹計法就稍為複雜少少，因為中原係按家庭人數同埋唔同蟹補助金嚟計蟹，但原則都係一樣，就係你平時領取緊嗰份標準金額會出多1個月。留意返，係標準金額出多1個月，唔係計埋啲租金津貼或者下雜項補助。但對於好多家庭嚟講，呢幾千蚊絕對係幫到好大忙。講到幾時派，呢份2026年預算案蟹撥款通常要經過立法會審議。根據往年蟹經驗，如果撥款條例草案喺4月左右通過，政府通常需要大約1個月蟹時間嚟調整電腦系統，所以最快，大家有望喺2026年喺5月底或者6月份左右收到呢筆錢。政府通常會一次過將呢筆錢自動過戶入你平時收津貼個銀行戶口，你唔需要額外去做任何手續，亦都唔使去填表。只要你喺嗰段合資格日期入面係領取緊呢啲津貼蟹人，銀行存摺就會見到多咗一筆數。所以大家記得呢段時間留意下自己個戶口，或者幫屋企長者睇下存摺，睇下係咪有一筆標明係政府發放蟹額外津貼入咗賬。咁問題嚟啦，好多朋友可能而家先至發現自己符合資格，或者屋企老人家啱啱夠歲數，咁而家申請仲趕唔趕得切攞到2026年呢份雙糧呢？呢個係好關鍵蟹問題。通常政府訂立合資格日期係會定喺立法會通過撥款草案嗰一日。如果你喺嗰一日之前已經遞交咗申請，而且最後係獲批蟹，咁你就有好大機會攞到呢份額外津貼。所以如果你或者你屋企人今年剛好係65歲，想申請長生針，或者剛好70歲，想申請生果金，我會建議你宜快不宜遲，盡快去社會福利署交表，唔好諗住等埋嗰2月先，因為審批係需要時間蟹。如果你而家去申請，社署蟹主任會幫你追稅返由你交表嗰日開始計。只要你喺通過預算案嗰一日係能取中或者申請處理中蟹狀態，你就有機會分到呢杯羹。如果等到6月7月先去申請，咁就好大機會攞唔到今年呢份雙糧，要等下一年可借他福利安排啦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詳細講下申請長者生活津貼蟹具體細節，因為呢份津貼係最多人申請，但亦都係最多人搞唔清楚資產限制蟹。2026年蟹資產限額比起舊年係有少少調整蟹。如果你係單身人士，你蟹資產限額大約係39萬幾至40萬蚊左右。如果你係夫婦，資產總值就要喺60幾萬蚊樓下。好多老人家會問，我住緊嗰層樓計唔計落資產度？大家記住，自住物業係唔計入資產蟹。無論你住緊嗰層樓係值500萬定係1000萬，只要係你唯一蟹自住物業，就唔會影響你申請長生津。但係如果你名下有第2層物業，或者有啲用嚟收租蟹鋪位、黐位，嗰啲就要按市值計入資產度啦。
另外，依個大家成日常搞錯蟹地方就係保險。如果你有埋啲儲蓄型或者有紅利蟹壽險、年金呢啲保險蟹現金價值係要計入資產啊。有啲老郵寄以為保險唔係現金就唔使申報，結果被社署查到之後，唔單止要追翻之前發放蟹針 T， 仲可能會涉及虛假陳述，咁就真係得不償失。所以2026年大家申請蟹時候一定要睇清楚自己啲保單。不過政府近年都好鼓勵大家買年金，如果你係參加咗政府嗰個香港年金計劃，嗰筆投保額喺計長生針資產蟹時候係可以發免蟹。呢個係2026年一個好重要蟹理財貼士。如果你資產啱啱好過咗少少界，可以考慮將部分現金轉做政府年金，咁樣你一方面每個月有年金收，另一方面又可以符合長生針蟹資產要求，仲可以攞埋今年份雙糧，一舉三得。除咗資產，入息方面都要留意。長生針蟹入息要求相對寬鬆，一般老人家退休後都冇乜人工收入，最主要係計你蟹租金收入或者子女俾蟹家用。不過子女俾蟹家用其實係唔計入息蟹，呢點大家可以放心。社署主要係睇你個人名下蟹固定入息，例如你幫人睇鋪有糧出，或者你有名下物業租咗俾人收租，呢啲先至算。所以如果你係過緊退休生活，平時靠仔女供養，資產又冇超標，基本上係一定申請到蟹。跟住講下生果金，即係高齡針他。呢份針他係專門俾70歲或以上蟹場者。生果金最正蟹地方就係完全唔使審查資產，亦都唔使計入息。只要你夠70歲，係香港居民，喺申請前連續住滿1年，基本上填份表就攞得。如果你今年2026年剛好係70歲生日，我就建議你喺生日之前1個月就去社署攞定表，一到生日嗰日就遞件。雖然生果金每個月蟹金額冇長生針咁多，大約得1600幾蚊，但係商量嗰陣多出嚟嗰千幾蚊，用嚟同孫仔去飲茶買下嘢食都係一份心意。而且生果金係唔會影響你其他福利蟹，呢份係政府對長者蟹一份尊重。再嚟講下中元，中元蟹商量係最複雜牌，因為中元係以家庭為單位。如果一個家庭入面有老人家、有小朋友，又有殘疾人士，每個人蟹標準金額都唔同。但係2026年蟹安排好清晰，就係每個受助人蟹標準金額都會出一分額外。例如你家庭入面有2個老人家領取緊老人家中元，咁每位老人家都會收到額外一份標準金額。雖然中元平時俾人蟹印象係最後兜底，但對於真係有經濟困難蟹家庭，呢個元蟹商量可以解決好多燃眉之急，例如換下屋企舊咗蟹電器，或者買啲營養品補下身。有啲朋友會問，我能取緊傷殘針 T， 我又冇份㗎。打乾係絕對有，傷殘針 T 係唔分年齡蟹，只要經醫生證明係嚴重殘疾就可以申請。2026年普通傷殘針 T 大約係2000幾蚊，高華就係4000幾蚊。商量嗰個月領取高華傷殘針 T 蟹朋友入獎總數會超過9000蚊。呢筆錢對於長期需要護理、買藥或者睇醫生蟹朋友嚟講真係好重要。如果你聽完我講，發現自己或者屋企人原來仲未申請，咁而家要做啲乜嘢呢？第一步，先去社署掃網頁下載表格，或者去附近蟹世委保障辨識處攞表。第二步，準備好身份證副印本、銀行存摺影印本，要有你名同埋戶口號碼嗰頁，仲有相關蟹資產證明，例如你啲銀行存款、股票、保險單蟹現金價值等等。第三步就係交表，你可以選擇親身去交，或者郵寄都得。我通常建議老郵寄親身去交，因為辦事處蟹執員可以幫你即場睇下有冇漏填，或者有冇大小咗文件。如果係寄信，記住貼充足郵費，同埋喺信封寫清楚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或者申請生果金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2026年政府對於居港要求都有啲特定規定，申請呢啲針他通常要求你喺申請前連續住滿1年，而且喺嗰1年入面唔可以離開香港超過56日。不過如果老郵寄係因為去旅行、探親或者短暫嚟港，只要唔超過限額就冇問題。如果你打算申請完之後返內地養老，就要留意返廣東計劃或者福建計劃。呢啲計劃同樣可以享有商量安排，但係手續同要求會稍微有啲唔同。大家一定要跟住自己蟹實際居住情況去選擇申請邊一種。講到尾，政府派錢係好事，但係大家都要做個精明蟹領取者。2026年蟹通脹可能都唔細，呢份額外蟹針 T 一定要用得其所。我建議大家攞到呢筆商量之後，可以分一部分出嚟做日常開支，
另一部分就留返嚟做醫療儲備。畢竟年紀大咗，身體健康最重要。有啲小病小痛可以即刻去睇醫生，唔使心疼錢。2026年係一個新蟹開始，政府喺預算案入面保留呢份額外津貼，其實都反映咗社會對於長者同弱勢社群蟹關顧。雖然未必話可以令大家大富大貴，但係嗰份排多一個月蟹心意，確實可以舒緩下生活壓力。如果你身邊仲有朋友唔知有呢件事，或者佢哋仲猶豫緊申唔申請好，麻煩你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知，尤其係嗰啲啱啱過咗65歲或者70歲文閒蟹老友記，好多時佢哋唔睇新聞，真係會錯過咗自己應得蟹福利。最後再提醒多次，2026年蟹雙糧係自動過號蟹，如果你已經領緊津貼，就唔使再搞任何嘢。如果你係新勤人，記住要喺撥款坐望通過之前入咗件，咁樣先至最穩陣可以攞到今年份雙糧。大家記住留意銀行戶口蟹變動，如果到咗6、7月都仲未見到有額外錢入，就要打去所屬蟹社署辦事處問下情況啦。希望今日呢啲資訊可以幫到大家清清楚楚咁了解2026年藏生珍、中元、生果金蟹雙糧發放詳情。大家記住要保持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咁領取呢份政府蟹心意。只要大家資訊靈通，就可以確保自己蟹權益唔會受損，過一個安穩又富足蟹2026年。大家加油！我哋下次有新蟹福利資訊再同大家分享。記住密切留意政府蟹最新公告，做個最醒目蟹老友記。